再睇後邊啦。冇人要10號25倍、28倍。五彭至馬房呢隻都跑咗3場啦。28倍啊！仲有複雜啊，都係有速度，但係馬自責不嬲都係有兩腳嘅。所以就表現可以坐得準。據聞會有啲調節飛啊，咩解救咧？28倍冇啊，佢上落冇轉。咁如果係有料到一早硬淨啲咯，嗬？飛就唔硬，不過我其實睇過幾個集，臨跑今次前，艾兆麗操咗3課，操得好好。OK， 咁我睇下搏呢隻冷門。OK， 落飛都係冇10號嘅，但係大飛咧就落咗6號，係啊，一橫一直，話睇下變晒橙色。OK， 一路都冇飛嘅就10號，但係江湖傳聞咧就話會搏嘅，但係一滴都冇飛。頭先方俊輝成日都喺度講啦，有一注落咗25倍嘅，28倍落25倍，最後人哋落飛佢落咗少少。睇住黃63 ，OK， 捽喺中間，如果喺稍後邊嗰度，係啦，而家捽翻上嚟，黃63而家一路喺3、2，第二一路 keep 住第2位 ，OK， 就喺呢個位，今日1002米 A 欄，跟住外檔都 OK 嘅，keep 住呢個外檔得啦，入直路一陣睇下直路點跑啦，最後200，仲係12拖住個10號睇下追唔追到。OK， 斷咯喎10號 ，OK， 10號追上嚟，睇下得唔得？13，睇下得唔得啦？哎呀，自己一停手停死啦，跑13。有隻綠色鐵旗㗎。操好咗啦，你睇漏咗第3場、第4場。仲要走埋嗰啲。真係贏㗎，有機會真係。翻嚟爆呢只係25倍冷門嚟嘅喎。但係佢又冇落飛嘅喎，反而領航多福係咪落飛嘅咧？真係換利是應該過晒㗎啦。好啦，睇下第5場嘅預計排獎啦。OK， 10號馬嘅中個 Win Pay 10號，哎呀，中唔到10，跑13，中條位置 Q 啦。OK， 安慰獎。新馬同埋新馬自購馬咧，漸季尾咧就走晒出嚟㗎啦。咁所以今日都爆咗1、2隻不明物體拖 Q 入 Q。